朋友你啲麼吹了，就是到美國咗嚟咩？嘅，你話有台嘅，哇，蒙卡藥牌接嚟就有儀式感，嘅，依隻個裝修好似揀嘅，我揀咩話？就是到要嚟咩個？你哋嗰台蒙卡靠到寫啦嗰樣嘢嚇，哇，好似搞破嘅，然後就蒙卡嚟，一就個白英文嚟寫啦，頭愛嚟寫，哇，買零零寫過話，嗰時係寫叫做古老頭白酒館。一就腦裏咧，我講非常好。嗰時就寫濃香、清香、介濃香，之後就叫做嚇小壺、青壺、寡壺、木寧古壺。我嘅配就叫品酒落壺。你睇到就晒，嘅，等住我嚟翻睇就晒啦嘅。睇啦，這冇個識吧？只係弄上點資就10萬人退了。另外就閃小事情，就我平時都錄視頻嘅地方。我平時話自拍歌，但叫咩？正式就叫自拍歌。一陣我忙嘅時候，我就插對咗啲麥起來，咁插到隻雞落嚟，一陣就轉過來，轉來呢就隻拍咖喱，好吧？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，就隻對屏幕能滴，即我3、4蚊啦，全部交責任我打。好，咱就先翕喎，那睇下隻高階，我弄燒啊，弄白白啦。我總共做啲3個咩？雖然有啲水，只講無裝修，暫時就冇乜。然後呢，佢就買推薦落計咧，而家推咧啊，嚟買哇，在厝主義的寵物幾個咩？一出料好入，但是就還是唔知做啲乜啦，因為較興落嘅。就咩後個做料靈活啲，入壁我成日舊時就做個吧台之類啊。然後呢，然後佢就買這個老厝定嘅醋感覺嘅一入嚟，而就買入嚟話，而且一定買醋定喎，可以嘅感覺就嚇，啊唔會冇啲感覺，頭穿下是點乜啊？以前唔係臨時嘅幫助嘅，因為家己唔攞隻稱，唔攞隻稱多少，我平時冇少啊，就啲咧，一定係想冇少啊，勁 Q 啊啦，唔知自己話做啲乜。下播感覺個冇乜力處，而愛呢另就要探討啦，就靠請不得啦探討啦，那小酒館啊做啲乜入，我可能嗱從做網購食指落嚟啊，指況啊，實體嘅體驗點喎，我識是好招氣嘅，我嘅目標呢是過年再會好，可以將我白酒嘅新生活給大家能體驗了，我上來享受那我就個體驗模式，目標是拿空體，這個空體就是嗱上階段食酒啊。直正呢，就是可能體驗白酒啊。這個能食酒呢，是食咩10點，都是到2點。想體驗白酒呢，就食個4點到食咩10點。食咩10點後冇咩能，只家己只有話我真非常舒服。因為我家己攞能食酒嘅時候話，也是唔想聽打擾。你如果想食能食酒呢，提早落嗱，想食咩酒，就食咩酒料。我能可能提早準備好，你嚟到早落去就休息食酒。體驗白酒嘅朋友們呢？好在收到呢白酒呢隻樣呢，其實呢白酒12大香型嚟講，其當12大香型嘅代表酒呢，咱經常聽到，就是茅台啊醬香、紅藥嘅濃香，還有紅酒嘅清香，還有9道白酒、2道白酒、老酒等等。攞咗講呢，你可以體驗木當白酒嘅味道，即車呢，咱就食小杯就好，最後面除咗上適合啦白酒，體驗嘅當然咱係快樂，我係真係個先拍鋪。正式學上係咩體驗我白酒模式，希望做我朋友呢來小好嘅，我目前需要就是高價規劃，還有吧台嘅落地，誠意嘅爽度，靈光宏偉嘅營造。對於你嘅小呢，你係是著攞著個，無事能好陪陪那人生嘅皮做你做，我小你拍照，我嘅主要另外有行啊交流區，朋友們呢可以入來小我出謀劃策啊，拿出我感謝值得支持我能，祝你可能一生平安。